咁我哋 CoLife AI 咧係大概喺2年前成立嘅，初時嘅目的咧其實係做一個軟件啦，就係幫到所有科學家咧可以好快咁樣利用我哋嘅系統，可以設計出佢哋嘅產品啊、科技啊。以前咧科學家要設計一個 DNA 啊或者蛋白質。蛋白質其實就係喺我哋細胞啊、身體入邊嘅 apps 啊，咁其實佢係要花好長嘅時間嘅。我只係講緊設計嗰一 part，咁佢哋要搜索好多文獻啊，做好多記錄啊，再去修改呢個技術嘅。咁但係隨住我哋 CoLife AI 發展咗啦，咁佢哋可以好快咁設計咗之後咧，咁我哋個平台亦都安排咗一個模擬嘅系統，可以令到佢哋去模擬呢個設計嗰個成功率啊，同埋有咩效果。咁所以咧，亦都可以將佢哋嗰個試錯成本咧大大減低咗，結合埋我哋嘅教材咧，打入一啲年輕人嘅市場，例如中學生等等。中學生其實如果你見到現今社會咧，其實佢哋發展科技亦都係非常之迅速，甚至比一啲大學教授咧係更加強、更加有理念同埋更加有創意嘅。咁最主要係因為佢哋接觸到電腦寫 program 咧，其實係好快嘅，幾秒鐘甚至1分鐘咧，咁就可以試錯到啦，揾到個電腦嘅 program 有冇 bug 啊，或者有冇問題等等。但係生物科技就完全唔同啦。首先個儀器係非常之昂貴啦，時間成本亦都係非常高。但係最近啦，咁我哋啲技術同埋 AI 技術啦，真係落手去做實驗嘅技術咧，亦都係令到個時間成本大大降低啦。咁學生們亦都唔需要花好長嘅時間去做呢個實驗，每日係利用大概去15至30分鐘去做一樣嘢，跟住就可以做到噶啦。其實係好似去廚房煮嘢食咁簡單嘅啫。當掌握咗呢啲技術之後咧，咁佢哋就可以將佢哋自己嘅理念啊，同埋創造力啊，就可以開始去發明一啲新嘅生物製劑啊，或者生物產品等等啦。喺我哋合作中嘅中學入邊啦，亦有一啲好成功嘅例子咧，係幫到一啲中學生可以開發到一啲抗癌嘅藥物啦、農業性啊，或者係試劑性嘅產品嘅，去接觸我哋呢個職業啦，甚至係藥廠等等嘅，可以培養到佢哋嘅創造力同埋一個研究嘅靈感啦。咁好多人成日講話 AI 將來會唔會取代人類呢？其實只會取代一啲你日日做緊同樣嘅嘢嘅人類咯。我哋嘅目的就係要培養呢班中學生，培養呢班年青人點樣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技術，而去創造更多好嘅嘢。CoLife AI 咧進駐咗呢個 LTE 學與教嘅展覽之後咧，我哋發現咧場內咧都係最主要以機械人啊同埋 IT 為主嘅領域啦。咁喺生物科技方面咧係比較少嘅，所以咧我哋更加要用多啲心機啦去發展我哋香港嘅生物科技事業啦。亦都係好榮幸可以同 Live4Well 一齊合作啦。Live4Well 又係專注喺運動類啦，同埋身體嘅健康類嘅一個 AI 程式，就可以喺前線入邊咧幫助佢哋嘅健康生活成長，令到佢哋明白健康嘅重要性。嚟緊咧 CoLife AI 咧，亦都會大力咧去培養更多年青人去加入生物科技呢個創科活動啦。我哋亦都係專注於跨學科嘅一個培養嘅。就好似我哋抗癌藥嘅研發當中啦，其實佢哋除咗係要開發一隻藥物之外咧，其實佢哋仲會學識咗好多唔同嘅技巧，例如 entrepreneurship 啦，點樣去 promote 佢哋嘅技術啦。同時咧，佢哋亦都要需要知道一啲設計嘅技巧啦、拍攝嘅技巧等等，因為呢啲都牽涉 project 嘅成長咧，一個 development 嘅重要性。咁而家家長啦，譬如喺屋企入邊點樣可以培養學生嘅好奇心啦，其實都係非常重要。大家知唔知點解學生咁中意打機咧？點解會開心咧？其實就係可以幫個角色可以升 level。其實咁點解我哋喺現實世界度唔幫自己升 level， 唔幫自己嘅仔女升 level 咧？所以咧，呢個都係非常重要嘅。首先就係要令到佢哋有興趣，有呢個好奇心，從而去增強自己嘅能力，令到佢哋主動學習，追求自己嘅事業，追求自己嘅人生。咁喺我哋嘅個案去培養年青人度啦，我哋咧會幫年青人咧
去參加一啲賽事嘅，例如 iGEM 國際基因工程大賽，佢哋每年咧都要飛去巴黎咧去參賽嘅。其實呢個比賽咧，除咗要利用佢哋嘅創造力之外啦，仲要去學識點樣去 promote 佢哋嘅技術，應用喺呢個社會入邊。最新嘅一個 project 入邊咧，就係幫回收一啲電動車電池。呢個回收系統係講緊個成本咧係要1000蚊啦，美金一個啊，定係做緊1蚊美金一個。咁如果你每次回收都要達到一個好貴嘅成本，咁啊達到唔到一個商業性嘅效益。但係如果你做到可以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嘅話，咁嗰個效益對社會對全世界嘅效益都會嚟咗咯。所以我哋亦都會培訓到青年人創造力，同埋點樣去達到呢個創業嘅心，同埋點樣去貢獻社會嘅心。咁喺 Live for Well 嗰度啦，咁係親身見到咧，其實 Live for Well 係好推廣我哋嘅健康生活嘅。其實呢個係非常之重要。隨住 Covid 以嚟咧，其實我哋見到廣大嘅市民都慢慢開始去培養注重健康嘅心啦。其實治未病係非常之重要。咁咩係治未病？就係當你未有疾病嗰時，其實你已經要開始關注你自己嘅健康。你唔係等到你有病你先去醫佢。其實衰老都係一個病徵嚟嘅。點解我哋人體會衰老呢？其實人體咧，其實我哋每日都會接觸到好多唔同有害嘅物質，都係破壞緊我哋嘅細胞，破壞緊我哋嘅 DNA。但係好多人咧都唔會知道呢個健康嘅 concept 啦。我相信現今嘅社會入邊咧，好多人都冇做定期嘅健康檢查啦，或者身體檢查。佢哋亦都唔知健康嘅重要性，係等到佢哋真係有咗疾病啦，咁佢哋先知道健康嘅可貴性。咁所以咧，其實 Live for Well 啦，同我哋 CodeLife AI 啦，甚至我哋將來合作嘅項目咧，都係非常重要去推廣我哋嘅大健康嘅重要性嘅。將來慢慢推出嘅 program 啦，係可以令到廣大嘅人可以明白到健康嘅重要性，點樣去對抗衰老，點樣去對抗一啲慢性疾病等等嘅，點樣注意健康。